个人都很重要哦。啊，会不会唱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好。因为用中文嘛哈，所以我们都会唱哦。因为我们很高兴两位主夫愿意跟我们绑架。我们绑架的个性是怎么样？很开朗的，对，就像大海一样。你把哈古高中你的绑架还有这个沉闷不会哈，我们是非常开心，而且我们不会去耍心机的哈，我们是对别人都是真心诚意的，这是我们绑架的个性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两位夫妇在我们这个当中哈，我们要为这两位夫妇呢哈，还有我们大家一起唱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打节拍。从现在此时此刻哈，三个帮长，不sorry，你拿也好，我安好，绝对不要讲儒呀哟。你的孩子讲中文没有关系，你都不要管别人用什么，但是对台Miss Aswan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完全用Miss bisa no Thailand bisa no Taiwan所以他会坚持到底哈，所以他将来呢，只要跟夫妇讲话，他就会知道是用主语跟他讲话，不管他以后去上课上学了也是一样。如果他没有讲主语哦，比如说基本上哪里来？云南对好厉害的，老木是我们阿美族的学者的名字哈，好，老木minum gado besok。kalau itu Ama， 我不要讲你的话了，你的话不好听呐，你就不要理他哦，那个饭在那边哦，你就拿走。他说阿妈，我要吃饭。在那什么就是跟帮上好，在巴拉边的艺术，直到他妥协说好了，阿妈我投降，巴拉边他不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